都係跑氣。唔跑啦，跑你有得未啊？攞聲散未啊？未啊。嚇？又話即刻，你即刻谷埋面添，你即刻谷埋面。屌你啊！開賽喎，因為跑少場。係咯，哇！出嘅盤人點解嗌我名啊？攞聲打答咩？又話個輸組。8、9、射死啦！射死啦6、5。而家嘅名次係2、5、4、7、10。收殺老婆！偷車啦！藍色車偷車，藍白色。係啊。時間到咗1分鐘，名次係2、5、4、7、3。時間到1分半鐘，名次係2、5、4、3、1。大佬，慢啫。兩分2分15秒，今日名次2、5、4、3、1啊，頭3勝出嚟7隊。你係頭1、2車都開緊嘅嚇。時間到4分鐘，5、2、3、4、1啊，5、2、3、4、1。4分25秒，5、2、3、4、1。仲有20秒啊！5、2、3、1、7。5、2、3、1、7。好，到嚟嘅又冇問題啊！5、2、3、1、7。頭車呢一呢2車呢高呢3車呢4車後半㗎。升埋你尾，3號、10號可以收車，1號可以收車。係3B，係你好。就其實見你第一個 final 走得都唔錯嘅喎，但係第2、3轉好似係爭咗少少啊。係啊，唔知做咩架車都甩得好犀利。啊，都唔知做咩，好似係爭咗少少啊。可能有胎啩，但係我都係跑嗰度胎，但係膽咯或者熱咗咯。係啊，都唔知佢。因為啱啱應該温度同今朝爭好遠下喎。如果 final 就唔係爭好遠啫，但係唔知點解會個地會咁樣。呢點解？都知咩？第一條
第一轉都幾好㗎，第一轉你第3啊嘛，跑第3，跟住2轉都跑。同埋你應該可以做到17圈喎，第一個 final。跟住都做唔差。其他因素啩，有啲嘢壞咗，可能檢查唔到，未有放走出嚟。我都仲檢查緊，因為我頭一轉、第2轉已經開始有咁嘅問題，但係之後都冇嘢啊，但係唔知點解會係咁樣，一路都整緊，都唔知佢咩事，想知啊，好發快啊！公開 A 組高級 A 組決賽3場之後總分羅永寶19分 A 組冠軍 ，A 組亞軍李偉林18分 ，A 組季軍 Alex 17分。啱啱見你嗰串試車走得幾好喎，點解頭先咁嘅效果嘅？即係頭第一轉到新胎。賽咗一個 final， 跟住就將前後調轉咗，咁就變咗好似頭先咁。因為我哋一般都會調胎㗎。係啊，打轉，係啊，但係唔知點解調咗就會有。哦，咁你頭先賽完之後落去試車就係調翻就冇事，跑17秒幾翻，咪真係好調㗎。冇啊，即係可能未熟對胎啦，因為都係新翻。嗱，呢啲又係啲錦囊嚟喎，成日鬥車要注意呢個問題啦。咁呢啲一般都要注意玩落嗰度。因為玩好多時都會玩咗一轉就調一調胎咁。呢個係正常嘅，你見嗰邊試得多啲，你都要調一調胎。係咯。即係擺翻去。但係你調咗胎係會甩啲啊，但係即係我估唔到咁甩啫喎。